新北市树林最近有民众甲规地玻璃，这大地玻璃就贴撇入去粪扫车内面，这玻璃是熊熊崩破，玻璃油啊喷甲满世界。环保局也呼吁民众，这玻璃是爱回收的，袂当当粪扫车违规上当，会当罚到6000块。暗时等粪扫的时间，一位穿红衫的查某人手提一大块玻璃，按算等到粪扫车。玻璃接触到压缩机，又被等到内底，当场“砰”一声，对民众的手头裂开，一声就脆糊糊。唔那伊等玻璃，另外一个查某人是真细致，甲清洁人员敲来敲去，才甲玻璃放入去。队员其实他们当下没有去做一个阻止这样的状况，其实是不适当的。那我们后续的话会依照我们清洁队的工作规则来做一个处理。民众等玻璃伫新北市树林，其实按照规定，依照玻璃材质无同，处理有精差。不过，搁再安怎讲，一大块玻璃拢袂当直接交予粪扫车处理。当地环保局坦白讲，清洁人员无主动，颠倒搁协助收运，行为有疏失，会按照相关的规定处理。干部来加强教育训练。有大型的玻璃，把它敲碎啊，然后包起来，可以资源回收。如果是遇到大片的，我会把它放在那个就是一个地方，然后打电话给公所的人，然后请他来处理。拄到玻璃要回收，民众的做法有精差。新北环保局表示，干那强化玻璃爱卡好脆、包好势，才会当等粪扫车。其他材质的玻璃拢爱回收，若是体积上大，搁爱联络专车来回收。那常见的话，其实又带有危险性的，其实我们最常要宣导的就是像打火机、行动电源这些东西。那如果他执意要交付呢，或者直接就是把它丢进我们垃圾车里面的话，我们可以依照废弃物清理法来做一个告发处分。除了玻璃处理，大家不袂清楚，行动电源、赖达、毛人等唔对去，引起着火事故。提醒民众，只要唔听可劝，学袂拼，上当罚6000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